有一个查甫人采去伫树林车头掠已经出发的自强号，佮对这月台跳到车厢之间的空棚，一直到邦桥遮落车逃走。代替表示讲，已经有提供相关的影像，予铁路警察侦办，若准违反铁路法相关会罚7500。代替272号次自强号列车，就是早起7点对树林开出时阵，向有一个男性旅客对月台一直走，一直伫立即火车，要跳上2个车厢中间的夹棚，就安尼一路攀救伫列车顶面，大约7分钟，一直到列车停伫邦桥站，才落车走去。警方接获报案时，列车已启动，后续调阅监视器，发现该民众攀附于该列车12至11车间。随上旅客攀救伫列车顶面的惊险情形，毋是头一摆。今年4月，有一个旅客坐代替泰鲁阁号列车，伫南港站落车买物件，转去时阵发现车门已经关起来啊！着急之下，竟然攀救伫个车厢外口的连接器顶面，随后列车伫7堵站赶紧停靠。这查甫人也因为体力袂堪的，摔落来铁轨路。真的很多事没有那么急，你只为了墙内的短短时间丧失了生命，也没什么意义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，他拿其他人的时间在开玩笑。你可以不顾自己，但是你不能没有公德的去不顾别人。代替强调，已经检附相关的影像，予铁路警察去侦办，也已经掌握特定对象，通知到案说明。会依照违反铁路法第71条规定，违规伫列车行驶中攀登、跳车也是攀救随行，应处这旅客1500块以上7500块以下罚款，并且呼吁旅客应该遵守坐车的规则，以免发生危险危险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